咱安静心来参加今日的主日的礼拜，请照角。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荣光充满全地。咱三甲来吟诗52首。早伫大笔王的声里。请会众起立，咱来吟全首。早伫大笔王的声里，一个摇着亲密密。内面一个下出世，一条来永保包围。让我叫做玛利亚，叫做耶稣最啊！上帝经行放撒阳光。降落世间受艰苦，只有草被当家风雨，只有草接做尘波，阳光叫做点世间，靠背比比艰苦人。上主耶稣做咱模样，做囡仔甲咱相同，要准备不谈因家心，
就就在站在边，拯救路袂到地到天堂，我天经是当欢喜，让小作去大无比。像悠然徛咧，咱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都彼拉多入内受苦，定是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各活审判，加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圣，完全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天下免肉体救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咱三个来看启应文42篇，以赛亚书11章。我来刻，大家来印。亚西会老树头画布影，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计划甲勇气的神，敬畏上主是伊的欢喜，伊袂照目睭所看来审判。伊要用公义维护善车人，伊要用裁决做棍棒迫害人、迫害的。伊要用公义治理，豺狼甲绵羊会做伙。我囝甲婿会斗阵食，牛母甲熊会做伙食草，狮会亲像牛食草，食年的囡仔婴仔会踮蛇的空口佚佗。伫我的圣山的各所在，因为对上主的人物会普及全地。咱三角鸭头来祈祷，主，愿感谢你，今仔日是圣诞日后的第一个主日。也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最后一天，伫旧的一冬，你赐予阮平安、喜乐、稳定、满满，阁有丰盛活命的一年。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阿罗你，因为你赐下耶稣基督，正做阮的救主，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定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担当阮的罪过。搁赐予阮活命圣神，互阮坦然无惊吓，会当来到你是阮宝座的顶面。主，阮感谢你，你是阮的拯救，阮的牧者，阮的屈力，搁是阮随时的帮衬。主，你设立属于你家己的即个属灵的大家庭桃园教会，成做你重要的器皿，福音的出口。保守牧者甲正中职同工，拢会当忠心徛稳伫主
的言语的话顶，带领羊群进入教会，成做正圣道的模范，保守你的子民来脱离这个世代的邪恶甲诱惑，由圣神开阔因属灵的目睭，可以当看见属上帝的代志。接着牧师的信息的传讲，用油抹伊的嘴，佮互伊有属灵的智慧，佮有圣神的同在，互阮会当来行学习，行公义好怜悯的功课，互阮高的心被拍破，心智互你来过旧换新。愿主你来保守阮今仔日整个聚会礼拜，保守阮为头到尾拢交伫你的手中。愿安尼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咱三甲来看上帝的话，伫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22节到40节，汉语本第66页。奉主的名，照摩西的律例，因清气的日已经满，上破营啊，上耶路撒冷，要献给主。照主的律例所记载讲，囡仔头上的查甫囝要称作圣，归伫主，也要献祭。照主的律例所讲，用一对亚洲，也是用2只钱仔囝。拄着伫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个义国敬虔，平时欣慕迄个安慰以色列的圣神点伫伊，伊捌得到圣神指示，在伊犹未死大声看见主的基督，因互圣神感动，就入殿，拄着耶稣的父母抱婴仔入来，要甲因照律法的例来行。迄时，西面用手接囡仔婴仔，阿乐上帝讲：主啊，打照你的话，就讨放你的奴仆安然过身。30节，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就是你所陪伴万百姓面前的，做光来照外邦。佮做你以色列百姓的阳光。33节，伊的爸甲伊的母咧奇怪所论婴仔的话，西面甲因祝福，佮对伊的老母玛利亚讲：这个囡仔受设立，要互以色列中侪人跋倒，侪人起来，也做受辩驳的记号。佮你家己的心也有渐插透过，互侪人的心内念头会露出。阁有亚述的支派发来的查甫囝阿拿，伊是做先知，年岁已经老，对伫在色女的时，嫁互丈夫7年久，就守寡84年，拢无离开殿，禁食祈祷，每日服侍。拄拄迄时，伊进前称谢上帝，对囡仔心慕耶路撒冷的得到赎回的人，讲起这个婴仔的事。39节，因照主的律法，行各项代志明白，转去加利利，到本城拿撒勒。婴仔渐渐大，一日勇壮，智慧充满，上帝的恩甲因伫地。愿主祝福，听伊话过去行的人，赞美，请圣歌队耶和华唱歌。Yeah.
正道请陈牧师，伊要正道的题目是圣诞快乐。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对大家顶安尼看落去，发现讲今仔日礼拜人数有较少一数啦。毋知影是因为看到牧师讲道的题目，知影讲今仔日讲道有较严肃、较无聊、较无好听的缘故无来，还是安怎？咱咱边仔人讲真欢喜看到你。确实，今仔日牧师讲道的内容，就亲像题目相共款，真正有较严肃，牧师会用真济对经文的处境，也是讲背景来做介绍。圣诞快乐，到底是一种什么款的快乐？咱每一当拢为着庆祝圣诞，直接来快乐，总是咱快乐的基础。兼是建立伫圣经的根据。牧师意思毋是讲咱圣诞节袂当庆祝、袂当快乐，会使，咱会使快乐。总是牧师是毋茫讲咱的快乐会当愈来愈符合伫圣经所启示互咱的快乐。伫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以外，咱手头有圣经，咱掀开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7节。牧师要小可来讲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甲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有一个对比，咱看伊讲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7节，描写讲约瑟甲玛利亚为着要服从顺服罗马帝国要普查户口的命令，所以怀孕的玛利亚必须爱行157公里的路途。对拿撒勒行到伯利恒，可能咱会想讲，牧师你较知影讲拿撒勒到伯利恒需要157公里呢？因为即摆有一个物件叫做 Google 真方便，所以我有去你查。这个距离到底偌远？拿撒勒到伯利恒就相当是咱桃园去到彰化安尼的路途。桃园到彰化需要偌久的时间？咱遮若是塞车走高速公路的话，需要偌久？1点半，你塞伤紧啦，2点钟啦，差不多2点钟啦，你毋通塞遐久，2点钟啦吼。总是咱大家知影讲，迄个时阵敢有点交路，敢有白塔的路通行无？检采因迄空客旷野，一般人都爱行3暝3日。总是咱对经文看去讲，玛利亚伊迄时阵一定安怎？大巴肚有心啊！对一个有心的妇人人行即段路，旷遐空客的路，检采伊得行愈较久，4天5天，甚至1礼拜。咱看去讲经文描写，当玛利亚去到伯利恒的时阵，伊的产期就到。那安尼，咱敢会当想象讲玛利亚？伊即段的路途是偌尔啊艰苦，一个怀孕有心的妇人人必须爱行遮尔远的路途。照律法的规矩，打生产的妇人人是拉三无清气的。即个无清气的例，就亲像妇女月经来的例相共款，是无清气的。按照即个律例，关于即洁净的例的即个例，打生产了的妇人人。伊毋若本身无清气，望到这个妇人人的人，嘛是无清气。这个妇人人倒过的门床、穿过衫、绑过的物件，拢无清气。咱过去教会去演这个圣诞节的时阵，咱拢会演讲可能这个客馆人一定满，所以无所在互约瑟甲玛利亚通住。总是咱看去即个无清气的例了后，到底是客馆人一定满，还是客馆无啥欢迎怀孕要生的妇人人？这段遥远而且充满危险甲艰苦的路程，以及玛利亚当时无清气的身份，佮踮伫
马条这种无啥卫生的环境，就因为罗马皇帝一句话，咱看起讲，互耶稣的出世，其实是经历真济的危险。这位自称是上帝、是神明、是救主的罗马皇帝，伊所讲的话，一当时或做福音。总是这位罗马皇帝为着要维持帝国的强盛，伊按是面地来抽税的这个命令，坦白讲，一点仔都毋是好消息。爱犹太人纳税，互这位自称是上帝罗马皇帝，我要讲的是，犹太人绝对是毋甘毋愿。总是咱看起讲，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约瑟甲玛利亚抱这个婴仔去到圣殿要做啥物代志？讲是要圣殿，讲是要将婴仔来献互上帝。所以这个对比，就是讲，约瑟甲玛利亚是用一种毋情愿的心情，倒来到伯利恒，为着要这户口的调查，总是因却心甘情愿，将爱献的祭、爱献互上帝耶稣。来到圣殿来献互上帝。约瑟甲玛利亚去到圣殿要献的祭，这个礼仪，一个是洁净礼，一个是这个献大囝的这个礼。总之一只，牧师要讲的是，耶稣并不是诞生了后，过工就互人马上抱去圣殿受祝福，一只献祭。相信过去咱一教会即演圣诞节的时阵，咱会想讲耶稣出世，过工就马上跑去圣殿，对无？咱可能拢会想象是安尼。其实是在过40天了后，40天之后，为什么？因为生产的妇人人产后有7天是无清气的，7天无清气，然后才得听候33天。等伊的血流清气了后，这个生产的妇人人才会使恢复清气。所以7天再加上33天，总共几天？40天。40天了后恢复这个清气，这个清气的妇人人才会当摕祭物，你去到圣殿来献祭。所以我要讲的是，不管是生产了后的妇人人玛利亚。也是第8日受割礼的耶稣，因身躯顶敢是有流血、有伤脆，对无？总是因有40天的所在踮伫马条，这种无卫生、随时会有细菌感染的环境。我要讲的是，对古早来讲，这拢是一种最危险的代志。总是咱看去全能的上帝，这个世界主宰，伊保护玛利亚甲耶稣。虽然因伫世间的王，这个自称是救主的罗马皇帝，伫伊的政策下面，可能造成玛利亚生产的危险。不过上主拢保护因，无仔囝拢会当平安。约瑟甲玛利亚来到圣殿，要完成的2项的礼仪，一项就是为着玛利亚的洁净礼。咱看去经文记载，玛利亚献啥物物件？一对邦角。也是一对钱仔，总是生产了的妇人人真正爱献的是一只迄种细只公的油膏、小羊羔，买袂起羊仔的，较献这个邦角甲钱仔。所以对这个经文记载表示讲，约瑟甲玛利亚刚是好野人，善乡的不过是一般百姓。另外一个礼仪是照上主的律法，爱人将大囝。也是头水刚的精生献予上主，总是献予上主的这个大囝，必须爱赎回。可能咱会想讲，这个礼仪的意义是啥物？我将我生出来大囝摕到圣殿献予上帝，将伊赎回。这礼仪的意义是啥物？这礼仪的意义其实是咧，予犹太人纪念因的祖先伫埃及。互上帝拯救，带因出埃及。咱知影讲，犹太人伫埃及所面对耶和华上帝第10灾是啥物灾害？第10灾是什么样的灾害？豺狼。
抬头生嘛，埃及人的大囝，甲即个头水生的精细拢安那，去互上帝抬死。所以因将生出来的大囝献互上帝，都赎回即个动作，就是要来纪念上帝过去拯救因的祖先来出埃及这件代志。而且即个礼仪是要信仰的传承。当因的囡仔大汉捌代志的时阵，问因的爸母讲：老爸老母，啥迄个时阵我出世，你要甲我抱去圣殿献互上帝，才可甲我赎回。当囡仔安尼问的时阵，做爸母的人绝对爱甲因讲祖先出埃及的即个故事，互伊的囡仔知影讲，上主耶和华确是因世世代代的拯救。相信当耶稣伊大汉捌代志了后，绝对嘛会问约瑟甲玛利亚讲：是安那我细汉的时阵，你要甲我抱去圣殿献互上帝？相信约瑟甲玛利亚绝对会大讲即个出埃及的故事。我嘛相信，当耶稣伫约旦河受洗了后，信心的充满，互伊知影伊是上帝的囝了后，伊就知影讲天父上帝将伊奉献互即个世界。当伊伫十字架顶死了后，3天要搁活，就是代表天父上帝对伊的赎回。当约瑟甲玛利亚进入圣殿的时，因原底爱完成即2项的即个献祭的规矩。总是大先，伊就先拄着一个人，互做西面。路加记载，即个人伊是一个敬虔的义人，而且一直咧期待以色列的复兴，一直咧期待以色列拯救，期待以色列得到安慰甲宽免。可能咱咧看圣经的时阵，咱会感觉讲，即句话有一点仔理所当然。犹太人伫迄个时阵，当然是期待以色列会当得救，会当复兴。敢有犹太人无伫期待的吗？我要讲的是有。耶稣迄个时代真正有犹太人无伫期待上帝的拯救，无要伊安尼的代志。伫耶稣的时代，一个敬虔的人为着要遵守律法，为着要顺探上帝的旨意，为着要对希腊化的世界来分别做成。这个敬虔犹太人爱常常面对严重的刑罚，有的人去互火烧死，有的人去互钉伫十字架顶。这就是伫耶稣迄个时代，敬虔的人要照律法来行的人的结局。总是这个无咧期待以色列得到复兴的犹太人，其实一定袂当叫因号做犹太人。是安那？因为这个无敬虔的犹太人，因会当当希腊的国王，也是罗马皇帝的面，将这个国王当作上帝献祭给因。恁听起来绝对会感觉讲真不可思议。犹太人既然会献祭给属世间的皇帝，将因当作上帝。我要讲的是，历史上安尼代志真正发生，而且都发生伫圣殿内底。这个无敬虔的犹太人，因的清查会学希腊人。因讲希腊文、希腊话，因对帝国也是讲希律王这个当局，嘛常常对因扑扑塌塌。这个犹太人，因无去守律法，甚至因嘛无爱受割礼，这个甲上帝立约的记号，因无去受割礼。是安那？因为这犹太人无要互人看出伊是犹太人，可能咱会感觉真奇怪，因得穿。学希腊人穿衫讲希腊文，靠人会看出伊是犹太人。上主要是这个犹太人，因学希腊人走去到运动场，赤身裸体，啥物衫拢无穿，遮咧运动。咱若是有看历史，咱知影讲罗马竞技场，咱知影这个物件。查某人袂当入去，到查甫人规身躯无穿衫，遮咧竞赛，遮咧运动。所以犹太人为着无爱互人看准伊是犹太人，因嘛无爱受割礼。割礼是犹太人甲上帝立约的记号，因行这项物件也拄去。所以犹太民族伫迄个时阵，因不只是面对外邦帝国的压迫，其实犹太民族因的内部有济冲突甲纷争。
有的犹太人要坚持信仰，要听候上帝拯救会当降临，亲像西面，亲像女先知阿那相共款。总是有人就介意顺从这个世界的局势，对这个世界的流行，甚至有人是趁战争混乱的时来建立家己的关系。通常安尼代志是发生在王公也是贵族的中间，为着官兵一只来烧害的代志，通常拢发生在遮。总是我要讲的是，为着官兵烧害的代志，嘛发生在圣殿内底。伫耶稣迄个时代，做大祭司的人，伊上时也是犹太民族的统治者，而且伊会当管理圣殿内底所有的金银财宝。所以，莫讲祭司群内底有人想要掌权、做王、做大，就是外邦的国王、皇帝，嘛咧笑笑圣殿内底的金银财宝，以及整个耶路撒冷的管理权。这就是为什么西面会对玛利亚讲这个话。西面对玛利亚讲，这个婴仔受选立是要互以色列中真侪人跋倒，真侪人爬起来，伊要成做受攻击的记号，互真侪人心内意念来露现。在迄个混乱、不安，人为着家己的好处甲生存。伫倒无的时代，上帝通过耶稣要带予人的拯救，并毋是人人拢会接受。特别西面抱耶稣婴仔，即称赞上帝的时，有讲到，咱若是手头圣经嘛当做来看，伊有讲到，上帝伫万民面前所备办的即个婴仔，要成做启示外邦的光。要针对上帝子民以色列的荣光，干那即句话，真侪犹太人听到就无法度接受。是安那上帝的拯救是为着万民备办的，是安那上帝的拯救的光，要成做启示外邦人的光。一般犹太人所期待复兴，是恢复大北王朝的荣耀，大北王朝的荣光。伊毋望以色列会成做世界的中心，超越这个捌统治过因的这个帝国。当然，咱知影讲，在迄个时代，你要恢复一个国家的荣耀，绝对是靠战争，绝对爱先伫军事顶悬得到胜利，伫政治顶悬得到讨棒。安尼的荣光对犹太人来讲，因感觉敢有属伫因，无属伫外邦人。无属伫万民，所以当因听到西面讲，这个婴仔是上帝的拯救，是为着万民备办的。干那即句话，犹太人就无啥会当接受。都要成做启示外邦人的光，犹太人愈较袂当接受。因认为因活伫艰苦的中间，是安那上帝都要疼外邦人，都要用光带因启示。总是咱知影讲，上帝的拯救是普世的，上帝的疼痛是属全人类的，上帝的光必须要通过以色列上帝选民的复兴，来照光至万国万邦。上重要的是，上帝的拯救是属灵顶面的头棒甲得胜。意思是讲，上帝要带予以色列的复兴。并不是政治上的讨棒，嘛毋是通过武力、暴力甲流血。上帝要通过耶稣互人的拯救，是通过疼甲赦免的恩典，互人面对基督的时，就亲像面对上帝本身相共款，爱用耶稣认罪悔改，珍惜甲上帝好好的机会来顶头生。总是在耶稣的时代。真侪犹太人一定袂记得，因个国家一旧约的时受到外邦毁灭的原因是啥物？当咱若看列王记的时阵，咱会发现讲，其实以色列在迄个时阵，并无讲即软弱啊，因嘛有强盛的时阵啊。
上帝有予以色列真正是五谷无收成吗？真正予以色列精死无衰脱吗？还是讲因的武器科技较输人？其实拢无啊。以色列嘛有真强盛的时阵啊，总是以色列因受毁灭的原因，是甲上帝关系拍歹。这才是以色列受到毁灭的原因。之后来，咱若看到王记愈来愈压迫，以色列国家愈来无敬畏上帝，愈来愈无要顺服律法甲诫命，嘛愈来愈无要来顺从上帝的意思。这才是以色列后来愈来愈虚微的原因。总是咱倒来到耶稣的时代，我要讲的是，每一个犹太人敢讲拢会当接受耶稣所传的福音吗？耶稣所传的是啥物款的福音？伊传一个你必须爱甲外邦人相听的福音。这对犹太人来讲，较会使接受。罗马帝国甲我欺负我遮忝，我是影在听因。耶稣传的是一个属灵得到讨棒的福音。犹太人会想讲，我生活遮尔艰苦，你敢会使予我一寡较具体、较实际的讨棒？你敢甲我讲属灵的讨棒？耶稣传的是一个甲上帝和好的福音。犹太人会想讲，我就是犹太人，我就是安尼血统，我就是上帝的选民，我得救是理所当然的代志。我是影都爱甲上帝和好。当耶稣为着要治疗一个破病的奴仆，所以伊前往要甲一个罗马军官相见面。我要讲的是耶稣甲一个罗马军官相见面这件代志，看伫犹太人的眼中是啥物感受？哦，你看迄个耶稣甲罗马军官行接近。当耶稣用好的撒玛利亚人来责备祭司的时阵，犹太人袂感觉真奇怪吗？祭司是圣洁的啊，总是撒玛利亚人对因来讲是啥物款的人？血统无纯正、拉散的人、无清气的人，是啊，耶稣利用好的撒玛利亚人来骂祭司。当耶稣公开去责备法利赛人甲文士的时，犹太人敢讲拢会支持耶稣吗？耶稣迄个时代，犹太人因拢认为以色列有一天绝对会得救，有一天绝对会伫政治顶面得到讨棒。因有安尼的想法，并毋是建立伫因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因只是感觉讲，我就是犹太人，我流的血就是犹太人的血统，我是上帝的选民，我有一天得救是理所当然的代志，我无需要去甲上帝和好。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后来会去用钉死在十字架顶，互玛利亚的心，迄个时阵忧伤甲亲像去互来剑插透过。因为耶稣所传的福音，毋是犹太人所爱的福音。耶稣福音有当时，互因感觉真无爽快，也无介意。犹太人爱的福音是具体，爱实际上改变因伫社会上、政治上的现况。犹太人爱的福音是毋望恢复犹太人伫国际上的尊严甲身份。因无爱听耶稣讲遐属灵讨棒的代志。总是我要讲的是，犹太人安尼的期待有啥物毋对吗？生活得到改变，我的身份得到改变，得到恢复，互我恢复这个尊严，有啥物毋对吗？上帝确实无爱有人受到压迫，无爱有人受到捆绑。上帝嘛爱人平等和平来对待。总是上帝通过耶稣要讲的是一个顺序的问题，是一个顺序上面的问题。伫耶稣出世之前，捌有一个犹太人的家族，或者马加比家族、马加比家族。我毋知咱伫读历史的时阵敢有看过。这个马加比的家族，因是犹太人的英雄，捌拯救犹太人脱离这个希腊人的这个统治，所以当时犹太人对这个家族非常的感谢，拢
甚至但当作是救主安尼来看待。所以伫迄个时阵，犹太国家有短暂的独立，有短暂的独立。即个马加比的家族，最后因嘛成做统治者，成做国王。总是要讲的是，当因做国王的时阵，因统治家己的百姓犹太人的时阵，其实甲希腊人无啥物无共。因捌为着家己的好处、家己的利益，屠杀家己的百姓，要到5万人。即个马加比的家族将安尼无顺服的兵丁800几人钉伫十字架顶。若是讲连犹太人家己起来统治以色列，做领导者嘛是遮尔残忍、遮尔暴力的话，安尼要做领导者的人，毋是血统，嘛毋是身份的问题，是心的问题。领导者的心内，若是无上帝听甲稳定，无上帝律法甲诫命，人民就无法度活伫一个有公义甲和平的社会。对过去到现在，咱拢为着庆祝圣诞，举办济济的活动，互教会、互咱社区的里民做伙来欢喜。总是当咱教会伫制作快乐的中间，咱需要搁一解，转来到伫圣经的处境，用诚实的心来面对圣经所要互咱的圣诞的快乐是啥物？我要讲的是耶稣出世的时代甲处境，一点仔都无平静，也无平安。伫耶稣的时代，坚持信仰的犹太人实在是愈来愈少。当时犹太人因的中心思想是啥？我要安怎生活好过？我要安怎生存？确实因心内所想的。当时的犹太当局也相共款。不管是希律党，还是讲这祭司群，甚至是法利赛人这文士，因服务人群、服务人群，一定毋是因的目的，是手段。服务人群是因的手段，毋是目的。因爱是啥物？因爱是受支持、受欢迎的名声，以及因所要得到的好处。因的目的是为着名声。咱敢有法度会当想象，亲像西面、亲像卢森迪遮尔敬虔的人，活伫安尼的社会中间，是啥物款的心情？我们问的是，玛利亚伫整个生产的过程，敢有快乐？玛利亚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快不快乐？若是讲约瑟陪伴玛利亚来行这段路，面对安尼的环境。约瑟家己敢有法度快乐？我要讲的是，当这对翁仔某抱因的囝大囝来圣殿献祭的时阵，听到西面讲因囝的代志，讲你的囡仔未来要成做济人诽谤的对象，互济人攻击。因听了是啥物款的感受？其他犹太人听到西面甲卢森迪讲耶稣的话，敢讲拢会当接受吗？通过今仔日的经文，我相信咱至少会当看到两个人是欢喜快乐的。第一个就是咱圣经所写的，这个义人，这个西面，这个西面，伊伫信心的感动甲启示的下面，伊去到圣殿，伊看见上帝所应允的拯救已经实现。然后，伊将这个婴仔抱起来，伊讲一句话，伊讲主啊，打照你的话，互你的奴仆平平安安离开世间，因为我一定有看起、亲目看起你的拯救。我要讲的是，义人西面，敢有因为伊的敬虔，上帝增加伊的岁数？上帝有增加他的岁数吗？嘛无题材讲人讲西面，因为你这敬虔，所以上帝要互你活搁较久的。无，总是西面干那看到迄个囡仔，抱着迄个囡仔，伊心内就得到透放。为什么？伊生活得到改变，
会所得到增加，毋是伊信仰的目的。上帝本身却是伊信仰的目的。虽然伊抱的是一个婴仔耶稣，伊无法度享受到30年后耶稣的服侍，总是伊伫信心的启示感动的下面，一定通过看起迄个婴仔得到拯救，得到讨棒，所以伊只啊欢喜快乐。这个女先知安娜嘛相共款，圣经描写伊守寡几冬，84冬，真久的时间。这84天无离开圣殿，总是即句话，牧师必须爱解说者，毋是讲伊住伫圣殿内底啦，是讲伊逐工常常安那来到圣殿来服侍啦。圣殿或者因的信仰中心，意思就是讲无离开圣殿，意思就是讲无离开信仰啦，无离开信仰，迷你服侍上帝，佮敬拜祈祷。总是这个女先知安娜，伊敢有对上帝任何的埋怨？伊守寡84天，伊无对上帝埋怨，嘛无任何的要求，因为伊服侍上帝、祈祷上帝、敬拜祈祷，就是伊信仰的中心，就是伊信仰的中心甲目的。所以，咱看去讲，伊温群坚持信仰一世人，最后伊嘛伫信心的感动下面。看起这个上帝所应允的拯救一定实现。伊学了上帝，伊就按每一个来到圣殿内底期待以色列复兴的人来宣讲这个婴仔的代志。总是照头寡牧师所讲的，犹太人讲真正每一个人拢伫期待上帝的拯救，并毋是每一个人拢是安尼。所以，当你来到一圣殿，听到阿娜即分享这婴仔的代志的时阵，检查有的人接受，有的人未接受，会感觉讲这毋是一个救主的款。总是对这个女先知来讲，人要接受毋接受，毋是伊要伊的代志，伊要伊的代志是用诚实的心，将上帝要通过这个婴仔拯救人的方式来宣讲，互人知影。这才是伊要伊的代志，用诚实的心来分享耶稣他要拯救世人的方式，才是他在意的事情。伊人西面甲女先知阿娜，因的快乐是建立伫对搭，因的快乐是建立伫上帝的话，就是旧约先知的话，以及信心的启示。因虽然拄到是一个婴仔的耶稣，一个无力。一个倒一啊都需要你抱，一个无法度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现况的一个婴仔，总是因为看到这个婴仔是信心的感动下面，因一定得到讨棒，一定得到讨棒。咱每一天，咱拢欢喜庆祝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总是咱敢有欢喜接受耶稣要拯救咱的光。照入咱的心内。2000当前，伫圣殿看起婴仔耶稣的人，检查拢对耶稣有无共款的看法甲心思意念。伊嘛无一定会听西面甲女先知的话来明白耶稣。总是我要讲的是，2000当后的教会，检是安尼，个人照家己的想法甲心思意念来明白耶稣。今仔日。耶稣拯救的光，依然通过信心的运行，照入咱的心内。总是咱心内的意念，去互信心拯救的光照出来显露的时，咱要做啥物款的选择？当咱的心内的意念去互信心的光照着显露的时，咱是要选择跋倒沉沦，还是要认罪悔改顶头生？愿上帝帮助咱。真正互咱亲像伊人西面，甲女先知阿娜相共款，伫混乱的世代，会当坚持家己的信仰，然后最后看去上帝的拯救实现，对这个世界得到讨棒，嘛通过这个信仰的坚持，互咱的性命成做活活的见证。咱做伙来祈祷。
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今仔日，阮所领受的经文，阮知影讲，伫每一个世代，上帝你的子民，也是讲现代基督徒，拢面对这个世界真侪的引诱、甲试探，以及侪侪的挑战。恳求主上帝，你互阮坚持信仰，互阮亲像西面甲女先知相共款，温群服侍你，温群来追求信仰，无离开信仰。也愿主上帝你帮助阮，当主耶稣通过信心，将伊要复兴阮的即个光，照入阮的心内时，当咱的心内的意念显露的时，求主耶稣你互阮帮助阮做好的选择，互阮选择会当悔改，互阮选择会当认罪来顶头生。也愿主上帝，你拯救阮的光，不是照入阮的心内来引带阮。愿安尼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求主将你的话下掉伫我心。三甲来吟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会将车起立。吟全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世界该那存天天，做上帝好事满心欢喜，求主用保惠使我清气，我还保用美丽好路，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我保用美丽好路，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虔诚来顺服，心来传扬，天堂的他的那地面前，天使也降落，甲我往来，保用主耶稣赎罪功劳。我爱保用美丽好路，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我保用美丽好路，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全心来顺服，万事平安。幸好我叫做福气无限，虔诚来听候望出来，踮伫主耶稣这信任来，我还保用美丽好路，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我还保用美丽好路，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请坐，奉献。请刘敏州黄文光执事。
会将车起立。报告大声，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亲像安尼，你毋是游园做奴仆，就是做囝。既然做囝，就对上帝来做好事。加拉太书4章7节，请。做奴仆就是做囝，既然做囝。就对上帝来做好事。加拉太书4章7节，亲像安尼，你毋是游园做奴仆，就是做囝。既然做囝，就是对上帝来做好事。加拉太书4章，咱先来看今仔日的周报的报告。咱第一页遮有周间的聚会，后礼拜服侍人员甲教育部。课程特别伫师范班，伫1月7号早时8点30分有师范班，有师范班的白话字吼，来考中央长老，才来开始有白话字，请咱毋也是年轻的朋友，也是咱年长的，拢会当来参加。来，掀过来第3页，教会小组的聚会，今仔日。即礼拜的拜3是伫教会701会议室，是赖信平兄弟的家庭安慰礼拜。中山区伫拜六，伫拜六暗7点30分。好，咱掀过来，奉献明细第7页遮，若有毋对的，请甲咱中集来反映消息报告。本主日12月31号。12点30分，701来召开2018年的和会手册第1遍的教教，请各部负责的同工来出席。资料爱保证的，请各单位伫1月7号下晡5点，赶紧来交互办公室。1月14号中午12点30分，伫701来召开第2摆的教教。礼拜结束了后，请插花的服侍人员，插花服侍人员到4楼交易厅来集合。第3，请2018新任的中职甲团契小组中昼12点15分至701教室来集合，来填写就任书。1月6号下午来召开野外礼拜探勘，甲关怀部的部会，请部员出席来参会。后主日1月7号，圣餐食有圣礼典，有圣礼典，请兄弟来备办心。第2场的礼拜要举行新任中职甲团契小组的就任式名单，咱家己来看。1月德州的中职是于志平长老，执事是黄文光、刘廷圭执事。后主日来举办1月份的生日庆生会。上午11点30分6楼要来举行，举办召开财务部
的部会，12:30是行政部的部会，1点是教育部的部会，请所有的部会部员来注意来参加。教会消息，1月7号开始师范班要开8月2的班，时间是8点半到9点半，伫704教室哦，请咱会友来报名参加。社区妈妈合唱团1月8号开始，每拜一下晡2点到4点，吼，2点到4点伫8楼8A 教室来上课。公布在布告栏有招生海报，兄弟啊，福音朋友来参加报名，请甲简诚执事郑雨桐干事来报名。来，翻过来第9页，活泼的方式来认识古约、新约的圣经圣经由衷，吼，来报名。3月3号，明年3月3号，吼。第4，中央教会征求总务干事1名，吼，咱对总务干事服务的热情，来熟悉微软 Office 软体、文书处理软体的基督徒。那这个意思诶，咱准备咱的自传、简历，吼，来寄到办公室，吼，教会办公室待遇面谈。教改消息，2018年101的培训，哦，门徒培训师资训练营，咱请咱家己来看。2018全国妇女人才训练会，咱家己来看。得胜者梦想前进理财亲子活动，好，咱家己来看。第4呢是德宪家的志工训练会，哦，咱详细拢伫4楼公布栏拢有啊。第5。灵性形成教材研习会，吼，咱家己来看。具体的消息，本会李娟秋姊妹的丈夫简家大弟兄12月20号蒙主温调，咱定伫1月6号拜六来举行个别礼拜，愿主来安慰遗族，请兄弟来参加，并且来安慰。地点上午8点30分是日练，9点是个别礼拜。11点是会话的礼拜。第2，本会赖胜平兄弟12月27号拜3蒙主温调，伫1月3号，吼，这礼拜3暗时，吼，头我报告过安慰礼拜。那个别礼拜呢，安排伫1月13号，愿主来安慰。那这个行程呢是安尼，迄透早。8點吼，要先伫殡儀館懷德廳入殮禮拜，煞接來會華禮拜，了後個別禮拜安排伫咱教會，吼，伫咱教會4樓下晡1點，安葬禮拜是伫下晡4點，伫北海湖座淡水三支遮，咱家屬有準備交通車，吼，伫咧4樓的教育廳遐，會當來趕緊來登記。出席輔助社1月7號中午12點要701教室，吼，要來舉行補辦迄個互相社理監事會議。以上報告，來有新的朋友請牧師。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頭仔佇第3頁看到教會小組的聚會，大字寫講聖兵兄家庭安慰禮拜，請咱有要參加的人，毋若備辦心，嘛得有準備。準備啥物？準備你一教會甲聖兵兄的一寡交往的一寡經驗，毋望咱會當帶着這個經驗，一下來分享，幫助咱的遺族，一下來孝念咱的聖兵兄。因為安慰禮拜，並毋是去到地看牧師安尼安排這個聽詞，選啥物歌，要講啥物道，這毋是安慰禮拜的目的，嘛毋是伊的功能。伊的功能是要透過每一位兄弟姊妹。一隻來講孝念的話，一隻來幫助咱的遺族，一隻來安慰因、孝念因。所以，請咱要參加的人備辦心，嘛有一個準備。一隻牧師嘛要來介紹一個人，啊，兼且嘛是最後一屆，一隻來介紹咱的大金軍團隊，啊，是咱的教會服侍到一個大樂，啊，要改派其他的所在，啊，一隻來學習。繼續來服侍，啊！這時牧師請大金軍團隊出來，伊要向咱來講幾句感謝啊、孝念的話。
真感谢上帝因带，互我来桃园教会有一年半的时间伫遮服侍，甲大家诚做同工，也感谢上帝因带，互我对明年开始，就是明仔载开始，我就改跑到新德中会公园教会。啊，伫即段时间，真感谢各位兄弟姊妹的照顾甲关心，佮有带导，真感谢大家的疼痛，互我伫遮得到真侪疼，佮得到真大的成长，嘛甲大家有真侪学习，也感谢各位长子的照顾，特别感谢牧师对我真侪照顾佮鼓励，加做我真大的扶持，加做我真好的同工，也感谢大家，就是真，互我感谢大家才能互我伫遮做传道。啊，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故事，毋知大家知影7885572的故事无？也是这个号码，大家敢有啥物印象？好，我来讲这个故事。这个号码其实是咱桃园教会的统编。啊，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故事是7885572的故事是，我会记得我拄来的时阵，遮个少年人拢会记得这个号码。啊，因记得这个号码是代表啥物意思？代表其实因对这个教会的认同是真大的认同，因对这个教会的参与是真大的投入伫这个教会。啊，这是长久以来教会的努力。我伫遮个青年人看到因大汉的照顾细汉的，互我诚做真大的感动。因遮个青年人，学青会照顾少气，啊少气会照顾学青少气会照顾朱里二，啊遮个社青会照顾大学生、学生少气。所以伫遮我就看到遮个青年人大汉的照顾细汉的，其实互我真大的感动。因伫遮因真认真咧追求信仰，互我伫因心中看到毋茫的记号。最后，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对我信仰足大的影响是，嘛要送互大家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佮定根伫本地，通过疼甲受苦来食做毋茫的记号。愿上帝祝福大家伊的恩惠甲慈爱，甲咱三甲伫地。愿咱伫遮继续伫这间教会来食做建立上帝国。愿上帝的平安甲稳定，甲咱大家三甲伫地。多谢大家。好。真君，你先莫回去，你是直接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姐妹做伙起立，咱用祈祷来欢送咱的大传道，用祈祷来祝福伊，好，咱只是为着大传道未来的路程来为伊祈祷，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予赖金军传道有安尼的机会来到桃园教会来服侍、来学习，嘛伫这中间认捌侪兄弟姊妹，诚做属灵的朋友，一只来互相扶持、甲照顾。恳求主上帝继续保守引带赖传道头前服侍的路程。也愿主，互阮桃园教会兄弟姊妹，常常伫祈祷的中间，用属灵
的即个结连来孝念罗基军团队，来祝福伊头前的路程。主，我嘛将罗基军团队伊头前的路、服侍的路、合适的路，全然交托伫你。求主你亲自来引带、塑造伊、帮助伊，成做一个你动用会好的牧者。主愿安尼恩你祈祷，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坐。上营三甲来吟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会众起立。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慈悲上帝小事大好，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诚心观念，甲人感动，听伫甲人心内，三位一体，甲咱相通，最至到万世代。只是到万世代。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一体上帝，你拯救的光，常常照伫阮的心内，会当互阮选择性命，会当互阮照着你信心的光照。行伫你要引带阮的道路，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祝歌，请坐。无论去啥所在，愿做生活的信心的安宁。
灭倒、田角。平安夜来互相来起立，来互相讲圣诞快乐，耶稣听你。